大高线东二到南二的路段，昨开始开放3个时段通行。不过，昨暝8点外有一台轿车伫咧管制时间，家己甲闸门拍开驶过，煞无细致落入去山径。车顶时的查某互吊挂救起来，送病院治疗。我们的警卫刚好在上厕所，那民众他擅自去打开闸门，自己进去。那个车辆从3侧闪过我们的那个工程车之后，他又偏到外侧去，然后就掉下去。伫咧管制时间，驶轿车的民众趁保全去便所，家己拍开南二管制门，上北驶入去管制路段。经过大高线116.8公里的所在，轿车为着要闪一台当咧设置护栏的厂商工程车，煞无细致落入去山径。这个山径有50公尺深，车顶时的查某互吊挂救起来，加在人拢精神，送去罗东圣母病院治疗。